高山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还真是心有灵犀。怎么是你啊？哎，你怎么能随便进别人家门呢？自己看。该不会他做好决定要走了，专门来给我送离婚协议书吧？你倒是看呀！不看。你看不看？不看。你看不看？你要休年假？我有2年没放过假了，正好加起来有半个月。医生说我身体不太好，正好需要放个假才能养胎。你上司能同意吗？他不是正要让你升职吗？我跟 Jason 大吵了一架，这就是我对不起他的地方。我辜负了他的信任，但是有些事情没法选。你的意思是？哎，你别走了！放开我！不放！你放开我！所以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心里只有事业？为了升职，我什么都可以抛弃。我是没做好准备，但我既然嫁给你了，我就不可能会不告诉你。你就不能等等我吗？你就这么不信任我？不是不信任你，我是不信任我自己。所以你欺负我，我要跟你离婚。我明天就去民政局。这孩子我自己带，他姓吴，他没有爸爸。哎，别，我错了，你别哭啊！你这一会儿哭了，我也哭了，怎么办啊？你没关门啊？好像忘了。高山呢？高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赶紧出去！我问你，高山呢？哎，贝小龙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找高山干什么呀？高山把林沃带走了，我联系不到他。高山把林沃带走，他把林沃带到哪里去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他不会是偶像剧看多了，直接把林沃带回瑞士了吧？你们两个不知道？都是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一整天都没有联系他。林沃也真是的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不告诉我呢？我过去的时候，高山已经开车把林沃接走了。现在已经天黑了，我一直在联系他，但是他手机关机了。苏源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高山这次没告诉我呀。不是，高山把林沃带走，你们担心什么呀？高山还能把他吃了呀？他害林沃害得还不够惨吗？他既然已经走了，就不应该回来。什么害不害的呀？他当时也是为了林沃好，要不是因为他走了，能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李小龙，你别着急，林沃有消息了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，好吗？你先回去等消息。